冇一部電話會死咁樣。咁都冇辦法，無可避免㗎啦呢啲嘢。大家都用緊，咁好難唔用。係啦，因為日日都會用嘅呢個，即係冇咗好似周身冇最長嘅真係。呢樣又驚又唔驚，但又要用嘅，即唔係你同我都有嘅智能電話咯。台灣有電磁輻射協會最近測試咗10幾款手機，包括 Samsung、Sony、HTC 同 iPhone 4等等，發現上網嗰陣手機發出嘅電磁波明顯比待機嗰陣多咗。如果用嚟玩 Line， 升得就仲勁。最高嗰陣電磁波仲有成每平方公尺9萬幾微瓦，而標準就係0.1微瓦。有外科醫生話，長期暴露喺電磁波可能會頭痛頭暈兼作嘔添。最多咪玩少啲咯，都冇得驚㗎啦，唔好成日撳咯。其實唔止拉㗎，有生態科技專家就話喺手機用其他 Apps 都一樣，都會產生電磁波㗎。所以就建議講電話盡量轉用 handfree 或者拎開啲部機。瞓嗰陣唔好將手機放側跟叉電。至於玩 Line 啦，可以嘅話玩電腦版啦。同埋家長們都唔好俾細路仔太早用手機啦。